最不应辜负，并非风月，而是待付的长远。初见，或许好久不见，一点灵犀惊动尘缘。再见，为何心生怀念？发生在为你落泪之间。两全美景爱火焰，深水同你看，姹紫嫣红开有限。戏本戏头过经验，淘尽酒自言，再续经缘。最不忍忘川，并非长夜，而是破晓前好梦一瞬间。最不能忘却，并非流年，而是回眸的云烟。最不想留恋，并非人间，而是遇见你，划分这世界。最不应辜负，并非风月，而是待付的长远。别怪我没提醒你们啊，这一节我将帅出新高度。长老，怎么样？汪澜体内的东西已经开始觉醒，不着急，我们再耐心等一等。长老，那几个小仙到时候会不会坏我们的事儿？要不要把他们处理了？几个小仙而已，不足挂齿。等有时间，再慢慢解决他们。那狐狸呢？它怎么样？长老，下次能不能带我一起？什么？他敢找麻烦？哎呦，你冷静一点，怎么那么暴躁呢？不是跟你说了吗？汪澜毫发无伤。我告诉你，他也就是毫发无伤，他要少了一根毛，我告诉你，我能饶不了他。这朱良辰不行，这朱良辰还是先收拾。你能别节外生枝了？事情已经解决了，人朱良辰现在派出所呢。我告诉你这些是想跟你说，咱们最近多留意一下汪澜，别让他再卷进什么奇怪的事情当中。他有什么奇怪的事情啊？没有，我就是想说，汪澜最近诸多不顺，咱们应该多留意一点，好吗？你放心，我不会让汪澜再受一点伤的。他要成天说想当什么小保镖吗？行，从今天开始我就是他小保镖。我就不信了。先走了。骗我？从你唤醒开始，我什么时候骗过你？今天是你救的汪澜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你有什么可着急的？我既然选择救他，就不会对他不利。那苗里呢？你伤害苗里也会伤害到汪澜，这不是一样的吗？笑话！土山什么时候维护苗里了？
大驾光临的，不打声招呼就走了。打招呼就不必了，以后我们有的是见面的机会。这么久没见，你说话还是这么讨人厌啊！老狐狸，你来这里是为了找那样东西的吧？只要有我在，你休想得逞。哼，就凭你？小小月老还想困住我，不自量力！臭狐狸，看你往哪逃！干嘛？大晚上你别吓人好不好？那你大晚上的瞎跑什么？一不留神就没影儿。你可咱去哪儿了？什么去哪儿了？随便走走啊。饭后100步走，活到99，遛个弯也不行啊！少跟我装蒜！你们狐族到底有什么阴谋？你同伙在哪儿？什么同伙？小桃姐姐，这大晚上的你不睡觉还跟着我，是想和我月下漫步吗？你瞎叫什么？谁是你姐姐？谁要跟你漫步？无聊！我偏要叫，小桃姐姐，小桃姐姐，小桃姐姐。你说你整天跟着我，该不会是暗恋我吧？你少自作多情，别跟我转移话题。说，大晚上的你瞎窜什么？还有，你到底憋了什么坏心眼儿？我什么都没干啊！你干嘛老猜忌我？我狐狸对天发誓，我要是伤害汪兰半分半毫，我狐狸生死道消。倒也不用立这么狠的誓，反正有我小桃在，你别想有机会坑汪兰。是，小桃姐姐威武霸气，所以你现在是要跟我月下漫步了吗？不要脸！苗里，谁在那儿？噔噔噔，早上好。哇，起得那么早啊？早起的鸟儿有虫吃。哎，昨天的事还没训你呢。你看你平时挺机灵的，一到关键时刻就傻不拉几，那种地方不是一看就会出事吗？你自己什么体质你不知道呀？什么体质？招灾体质。也是啦，要不然怎么会把你招来呢？哎，对了，所以昨天到底是谁救了我们？谁知道呢？可能是什么路过的好心人吧。路过的好心人？啊。你放心，我会牢牢看好你的。有你来照顾我，到底是该开心呢，还是担心呢？你应该感到庆幸，现在是高危时段，万事都得小心。高危时段？嗯。什么高危时段？没有啊，我不一向神经兮兮的。也是。你要去哪儿啊？吃早餐啊。我跟你一起去。好啦，早饭也吃完了，你赶紧回去休息吧。嗯。你看看你，盯着2个熊猫眼，一看就知道昨晚没休息好。那万一你又出去？我论文还没写完，我就待在图书馆，哪都不去。说话算话。嗯。哎，
那我先走了。那你老实待着，等我回来。回来？你要去哪？不去哪儿，你就在图书馆好好复习吧。那我走了。路过。这两个人一大早搞什么呀？喂，狐狸，你在哪儿？好。你醒了？发生了什么？刚才你晕倒掉水里了。是你救了我。谢谢啊。你是？你没事就好了。我最近是中了什么邪？不行，绝对不行。昨天的事儿，我想了一晚上，越想心里越不踏实。最近的事儿真是太奇怪了，你不觉得吗？那个神秘人到底是谁啊？现在事关苗里的安全，情况这么紧急，我必须知道后面会发生什么。我得知道该怎么去保护他。狐狸，你就帮帮我，好不好？汪兰，你的身体本来就经不起损耗，再进去一次，我怕你承受不住。而且这事要给小桃知道了，她非扒了我的皮不可。狐狸，你答应过你会帮我的。我知道，想要得到真相，就一定要付出代价。但我更怕迷迷糊糊的认命。我愿意为了他去冒险。在不在这里啊？你闻一闻。我是狐狸，我又不是狗啊。事情都到了这一步了，越来越不可控。他想看个明白，就让他看吧。家门不幸啊！你怎么能做出这样的事情来？我不过是学堂研习一下圣人经典，
又没有做什么伤风败俗的事。你还顶嘴，反了你了！老爷，你就不要再说小姐了，小姐的身体已经经受不住打击了。还有你，小头，你怎么照看那小姐啊？让她做出这样的事情？你以为我会饶了你？从今天起到你出阁之日，你不许走出这个绣楼。你给我看好这个小姐啊，否则我唯你是问。爹爹。 小姐，小姐，你放心，今日就是李公子上门提亲之日。李公子仪表堂堂，他肯入赘苏家，老爷肯定是10000个满意。 小姐，你看，那狐狸还知道报喜呢，你就只管放120个心吧。静儿，爹爹，老爷，竟然是他！静儿，今天好些了吗？好多了。啊，为父专程从京城把高人请来给你治病。请。 员外请放心，小姐所患为气分郁结之症，待我开具药方，按此方服用，便可治愈3分。另7分则只能靠小姐自愈，解开心中气结之事，安心静养才行。啊，有劳高人，还不快跟这位先生去抓药，回来赶紧给小姐服下。 是，有劳了。爹爹，女儿自知得的是心病，不是几天药就能医好的。静儿，为父知道你是义属那个李公子，他也确实曾来提亲。 可是让为父替你回绝了。为什么呀？未出阁的姑娘家就跟一个男人私定终生，这成何体统啊？而且我已经请那位先生给你算过，你和那位李公子八字不合，你要真跟了他，只怕是对你的身体不益呀。静儿。 你放心，为父自然会为你另娶良配。爹爹，您就成全女儿吧，女儿非李公子不嫁。您若执意如此，女儿今生不再属于任何人。休要再说胡话！我在另一个世界，怎么会有这样的爹呀？ 爹爹，您宁肯替一个臭算命的，也不听女儿一句吗？放肆！爹爹，封建迷信害死人呢。小姐，要不要喝点水啊？天哪，
这林黛玉一样的风格一点也不像我，好不好？这整天愁容满面的，难怪郁郁而终。小姐，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呀。你这样不吃不喝的，只会把自己身体搞坏啊。世间竟然有如此女子！哎，你是谁啊？胆敢擅闯苏府后花园！来人呐，进贼了！白龙，这还有他的事儿啊？哎，苏小姐，苏小姐。天哪，这人都来齐了吗？刚刚那位白公子啊，就是我给你选择的家婿。白公子人品端正，学识优良，堪称良配啊！而且他对你一见倾心，日后一定会好好待你的。谁答应的谁嫁？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由不得你胡来。这个事情就这么定了。爹，小姐，小姐，你真的想好了吗？私奔可不是闹着玩的。我想好了，别的事情我可以听爹爹的，但这次不行。那我以后岂不是再也见不到小姐了？怎么会呢？小桃，虽然你是我的婢女，但我们情同姐妹，你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。等我和李公子安顿好了，会想办法联系你的。还有这段时间，请你帮我照顾好爹爹。那你也要照顾好你自己。公子，你怎么来迟了？一切都还好吗？静儿，你怎么了？对不起，我不能跟你走。你说什么？不是吧？搞什么飞机啊？来，把小姐带回府。不要啊！我不走，你告诉我为什么呀？我不走，为什么？你真是个混蛋！你的行囊很轻，却说去远行，背着一小片梦境和壮阔的心。
肩而过几个背影，也路过几处风景。走啊走啊曾经，走啊走啊不停。你要在静谧森林，在喧嚣人群，收集着花语繁星，也细数叹息。谁的10岁不年轻，是一的荒唐的当你远行，空荡的行囊里藏下我姓名。天光短，人生长，常相望，常相望，走过的，留下的，是远方，是远方，路中央，梦中央，在流浪，在流浪，挥别的，等待的，前路弯弯行。天光短，人生长，常相望，常相望，走过的，留下的，是故乡，是故乡，路中央，梦中央，在守望，在守望，挥别的，等待的，前路